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Keith 頻道。今日我嚟玩一隻 game 叫全民夾公仔嘅遊戲，有好多種玩法。我今日就揾一種玩法。嗱，時間唔多，玩少少嘅啫。一嚟就夾一隻先，好難夾下，我都會努力去夾。好，可能呢隻梗係有啲難玩嘅，放心，我識夾到。我夾到一隻，我就完啦。好，好，繼續夾起。好，嚟啦 ！Yes， 夾中一隻，兌換金幣先。好，兌換完金幣我就唔入幣啦，我就玩埋我啱啱入咗嘅金幣。我關一關咪先。呢個指標使用起來真係好簡單，領取之後輸入你想睇嘅股票代碼，切返日 K 圖，打開牛熊點 Pro 功能，睇下你嘅股票有冇觸發牛點信號定係熊點信號。如果出現牛點信號，代表買入機會；如果出現熊點信號，就係提示要賣出。咁簡單易用，唔使費心機。如果你仲未用過呢個指標，咁快啲。好難，我玩埋我啱啱入埋嗰啲金幣就完啦，今場呢一個視頻就完啦。夾中頭，放，平爪技術，千萬唔好學我咁樣平爪啊！現實中你就可以，因為佢係直上直落，佢係唔會揈到嘅，所以係好難夾到嘅。夾中咗啦，放，你夾得起都未必夾得起衰。又做咩投幣呢？唔好意思啊，又要嘥你哋時間啦，sorry啦。啱晒啦。什麼也沒有，什麼也沒有，什麼也沒有 ，yes。我換金幣，大把金幣。
忍唔住投幣。你當我開咗免費模式啦。什麼也沒用，什麼也沒用，什麼也沒用。好啦，投多個幣啦，就完啦。好，請大家 add like 同 subscribe， 我哋下次再見。今日嘅結果係2隻公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